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美國媒體紐約郵報今日獨家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希望國際足聯主席因菲天奴出任下一任聯合國秘書長。不過紐約郵報都指出啦，如果因菲天奴成功當選聯合國秘書長，佢將面臨大幅嘅降薪。美媒給因菲天奴算係一筆賬，佢目前喺國際足聯嘅年薪約為600萬美元，而據最近嘅報道，聯合國秘書長嘅年薪約為41.8萬美元，不到國際足聯主席年薪嘅7%。因菲天奴已宣布將競選連任國際足聯主席，選舉將喺明年3月舉行。對於紐約郵報嘅置評請求，佢並未立即回應。多謝收聽，記得 like 同 share 我哋嘅片啦。